他想了，我就打把那些生煎戳过来看人。不，俺不没肉呢，没肉罢了。我叫易希杰，来自纳奇的大草原。我9岁之后才开始读书的。9岁之前我读了2年后停读后。哦，这不嘛这啊？我那个今天看着是差不多有没？是不是下的？下雨。啊，姐嘛，俺这那个今天差个作业没那么大了。我很喜欢读书，就特别喜欢那种科技方面的。그것도 그래. 조지 집어다. 그것도 그래. 아 조지 야 줘. 但爷爷不能理解。爷爷看到我这么爱看书，还是让我回到学校。2017年，我考上了西藏职业技术学院，学习物流管理专业。인지 나로 러시아. 나랑 저 심전에서 따종 지금 그것도 와. 된소는 나랑 저 남도 누구리 그것도 왜 보. 2020年，我看到京东在拉萨招聘电缆工程师，这是我喜欢的工作，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没想到最后成功了。最初选择这个工作，就因为我很喜欢，但是爷爷和舅舅都很反对，他们认为我应该和他们一样生活在牧区。我决定带爷爷和舅舅到我工作地方参观，让他们看看我喜欢的宝贝是什么。当爷爷看到在我的指挥下，一群真的机器人整齐有序的工作，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群宝贝，就因为他跟早上牛群一样，祝福的是我们美好的生活，我很高兴。